你还呼吁，看看是哪里呢？几个我们去天天要谁？看看那么远，超不超没对里呀？那我面都能谁？一年路头边了，明天你最苦的，看看现在还苦谁？明天同到，看看是哪点要谁？明天同到。看个街头要嘛谁？他我那还讲个街狗面的，我做钱的街头嘛那？天天是哪边呢？推哪面街头嘛谁？第2年前呢？第老大自在哪？衙门呢？推个面点去了，看个自动我们的你对，没得人心安的接住谁？是不是难过？抖音。